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要进入到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透过这首诗歌，我们要来寻求神在他的教会。谁是教会？就是我们来建立一群大人的子民，是充满赞美、充满了圣灵的同在的子民。一起来，我要建立一群大人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灵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子弟，在你爱子的国度。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的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主啊，兴起！建立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子弟，在你爱子的国度。我要建立一群大能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他们要靠我的来往此地，并要荣耀我宝贵的名。主啊，兴起迦南教会！主啊，兴起迦南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子弟，在你爱子的国度。主啊，兴起迦南教会！主啊，兴起迦南教会，使我们靠你坚固，成为合一，你的子弟，在你爱子的国度。弟兄姐妹，神兴起我们，建立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要成为大能的勇士，所以我们要来看主的话语，一起来献上感恩。我们用主的话语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只有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他是掌管万有，充满了丰富的怜恤慈爱，他的慈悲怜悯，为了要满足他的公义，所以他用他的刑罚，但是满足他的慈爱，用耶稣来代替我们的罪，可以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借着他的宝血来涂抹。所以我们一起来感谢，开口来感谢，来称谢我们的主，赐下恩典的主，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晨我们可以来到这边，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都是神你的恩典。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来到你圣的宝座面前，是因着你涂抹我们的过犯，洗除我们的罪到尽尽。谢谢主，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怜悯，坦然无惧来到上帝圣的宝座面前。主，我们要开口来赞美你，凡有血气的就要赞美你，万民都要赞美你。配得我们敬拜赞美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掌管天地万物所有的资源。主，谢谢你，你也愿意将美好的事物赏赐给敬畏你的人。这是你的心意，你要我们过的是美好的人生，丰盛的人生。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拦阻了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涂抹我们的过犯，除去我们领受恩典的障碍。奉你名来宣告，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被赎回的，是被祝福的。愿你的恩典、慈爱、怜悯，愿你的赐福充充满满的在你的子民当中。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可以来到这边敬拜赞美你，是你的恩典。在这惊骇的世代，你依然赐给我们有神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应许，成为我们的保障。愿你施恩赐福，以下时间让我们祈求祷告的时候，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就赏赐在我们当中。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来恳求神，无论有一些的释放需要释放医治的，我们恳求主来帮助我们，透过他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要感谢主哦，他是保守我们出入平安，随时看顾他的子民的上帝。所以当你有这几项的需要，你要出门，你要远行，求神来帮助你，保守你。你的心灵有缺乏这些的平安，我们恳求神在你的不安当中赐下他的平安。我们邀请主在你的身心灵、思想灵各方面来掌权做主。我们如果有需要被服侍的我们求主医治的大能与我们同在，释放我们可以得着自由。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需要被服侍的，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也一起来祷告或是你手放在你需要被医治的部位，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如果你需要，你就可以站立起来。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恳求你医治的大能释放我们，主让我们真的灵可以得着自由。谢谢耶稣，因为烦恼孤单重担的来到你这里，你就使他们可以得着释放，释放那些不属神的这些的思想、情感、意志离开我们的身体。主啊，你释放你医治的大能充满，特别是在这惊骇的世代，捆绑了不安的灵离开，赐下平安稳妥的心。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同在带来给我们有盼望、有平安、有喜乐。主，奉你名来斥责一切这一些不属神的这些的恶者，这一些黑暗的权势离开弟兄姐妹。当他们手按的他们身体不属的地方的时候，主奉你们来捆绑释放他们灵魂体要得着自由。接着我奉你的名来到天父神的宝座面前，主赐下你医治的灵，奉你的名捆绑那些不属神的一切的疾病，一切的这一些的害怕，一切的这一些的不属神的意念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你是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话语的权柄，在地上捆绑的，你在天上也不要这样运允来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向你来呼求，或者是来宣告你的话语，所以这些的权柄就停留在神的手中。当我们运用我们信心来到你面前宣告，主，我们奉你的名来宣告的时候，主，你医治、你的供应、你的赐福、你的带领就必临到你的子民身上。愿你的恩典、慈爱、怜悯充充足足的在你的子民身上。谢谢主，你定义要我们过的是美好的人生，是一个丰盛的人生。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最后我们要来为主日来守望来祷告，我们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
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这位神是垂听我们呼求的神，是可以应允我们，是可以回应我们的，不是人手雕刻的偶像。所以我们一同在祈求祷告的，在他的圣殿当中来祷告。弟兄姐妹，为着你个人跟神有美好的关系，话可以听入，可以信入。我们常常听这边，然后这边出哦。你可以祷告说：神啊，帮助我聆听你的话语，信入你的话语。为了主日有领袖列车第2课医疗关怀，还有长执会，还有下午张真邦的这个分享，我们一起来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这个礼拜3也有祷告见证会，弟兄姐妹，把你所经历的写下来，见证神奇妙的作为哦。我们特别为第7区区长张林安、组长康黄慧，特别为这些年长者哦，他们在这疫情的时代，他们依然能够喜悦聚集，没有办法实体的时候，你不要看这些年长者，他们还可以透过手机来线上聚会，他们不停止聚会，所以为了这些的年长的来祝福他们。我们在特别是他们在7月31号，就下个礼拜第2场要献诗哦，求主赐给他们，透过他们的口赞美神，带领我们来经历神丰富的恩典。我邀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神在敬拜的当中遇见他，领受他全能的话语。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弟兄姐妹，开你的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你的会中来降临，你的圣灵就充充足足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是吧？凡劳苦担重担的，就释放他们得着自由。谢谢耶稣，让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欢喜渴慕的心来寻求你。谢谢主，我们在会中，我们要遇见你，遇见你的慈爱，遇见你的恩典，遇见你的同在，使我们有谦卑顺服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感谢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来聚集来敬拜，这是你的恩典。特别在这个世代，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没有方向，他们没有目标。但神，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随时的患难的帮助者。谢谢主，当我们每一次来敬拜的时候，求主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我们心窍被开启，我们才能够明白你的真理。我们领受你的真理，真理才能够帮助我们得着身心灵的自由。谢谢主，让我们在敬拜当中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的荣耀，在敬拜当中敞开我们心，尽情来敬拜。谢谢主，我们也要同心合用。主，你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大声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拍手。
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敬拜声音，敬拜声音充满全地，高举双手荣耀归你。慈爱双手哪能防备，直到如今仍是神迹。哈利路亚！你眼目必看顾着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你眼目你眼目必看顾着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使我们得饱足，是我们的宝珠，新酒喝又满溢，必定要赐福这地。遵行你的旨意，谦卑会转向你，我们定要跟随你。使我们得饱足，是我们的宝珠，新酒喝又满溢，必定要赐福这地。遵行你的旨意，谦卑会转向你，我们定要跟随你。你眼目必看顾着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我降们再来呼求你的眼目。你眼目必看顾着地，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祷告盼望，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哈利路亚！我们将荣耀献给这位荣耀的神。哈利路亚！是的，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继续来唱下面这首诗歌。有人在为你祷告。似乎你也祷告，直到力量殆尽，流眼泪如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
也是王，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的心。要进入你心。是的，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的，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是的，有一个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的时候，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时常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将一切重担都交托给你。当我们不明白、信心不足的时候，你奇妙双手带领我们走过那黑暗幽谷。你的话也时常进入到我们的心中。主，我们相信你就是我们一生的救主，我们愿意谦卑顺服于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结束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信候，心不足的求时神来帮候，助。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结束你。信心动摇的时候，信心信心动摇的时候，我们要来信靠我要主。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是的，主，万是的，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
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意念，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谢谢主。当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碰到许许多多的事情的时候，主，你向我们来显明你的心意。有时候我们会透过读经祷告，你启示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否有许许多多我们自己亏欠、罪恶拦阻了，或者是导致我们来遇见这些艰难的事情，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所碰到的境况，查验我们是否能够照着神你的心意顺服敬畏。愿你透过你的自由话语，帮助我们在寻求你的心意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你为的就是要把我们带领回到你的恩典之路。谢谢主，每一次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愿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享受你同在的荣耀，也让我们领受你荣耀的力量，出去成为你的见证人。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我们先来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一同来敬拜的弟兄姐妹何庆梅姐妹在我们当中在后面吗？请你站立起来，我们欢迎你哦。好，我们的同工来跟他欢迎赠送我们一个小礼物哦，愿上帝来赐福请坐。还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要来看周报的消息。好，周报的消息。好，我们感谢主，在49号我们的1楼2楼外面我们大概在完成那还没有完整的完成那因为我们的门也会换掉那我们的职员员工已经到1楼在办公所以我们在进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保持我们教会的美观也透过这一些比较舒适的地方，可以让这些进到教会慕道的朋友，可以让他们能够进到神的同在，还有我们可以接待他们那9月4号我们会举行今年度的第2次的圣礼典第5次的圣礼典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在8月21号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今日12点因为下午有课程，所以12点我们会在401教室举行第406次的长执会请我们长执预备心来参加，如果无法参加的提前向牧师来请假。我们华语礼拜完之后，会到文昌公园市立图书馆进行医疗咨询。那这些的服事同工，我们为他们来祝福，他们出去就代表耶稣，代表我们的迦南教会愿上帝赐福，透过这些医师，还有这些的参与的同工让他们能够成为祝福这个社区有需要的人的管道。那这个礼拜我们会有第2区的祷告见证那我们一起来经历。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美好的见证，
把它写下来，文字化，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最近在国度复兴报之前的国度复兴报有来没有说是不是我们上次的几位的姐妹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很棒，可不可以使用他们的见证在国度复兴报感谢主，你看当他们有在看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见证刊登在这个国度复兴报的消息，能够让更多人能够透过你的见证认识到这位神的伟大全能。所以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那8月28号我们也会举办室内的运动，因为外面比较热嘛所以室内运动会我们会有一些的规划那我们各小组组长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回家我们现在陆续的还有33号的都在后面收尾了所以我们期待在周年庆的时候，盼望有一些的活动，一些的庆典，这样一起来欢庆，也欢迎线上的弟兄姐妹回家吧好，其他的就我们自己来看下午也有那个张正邦弟兄的分享了但是这个要报名要报名。好，那其他我们就自己来看，我们来看今天的金句一起来读2遍，一起来。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撒母耳记上3章19节，再一次，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撒母耳记上3章19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意义，你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有感恩的奉献，我们有宣教的奉献，我们有爱心的奉献等等，你可以参与在神的圣工里面愿神来说，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引导，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侧翼的刚强，贫穷侧翼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弟兄姐妹，再一次来宣告说：如今软弱侧翼的刚强，贫穷侧翼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亲爱的爸父神，主耶稣圣灵，我们爱你，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这位三一真神。我们赞美你，你是使软弱者成刚强，贫穷者成富足的神。我们赞美你，我们就是这样子经历你的给我们的这样的生命。主，你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我们感谢你留下圣经，让我们能够研读你，来认识你。主，谢谢你。我们今天将我们的时间、金钱，还有我们的才能，来献上给主你
成为圣工所使用。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我们坐下，彼此来祝福啊！我们都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有天父上帝儿女的样式，还有信心哦。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因为天父上帝的儿女他认识天父的声音。所以我们要来看撒母耳记上3章10到21节。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宣告，读出来就是你的，读出来就是能够进入到你的心灵里面。3章10节，一起来。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3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华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这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上帝对你所说的隐瞒语句，愿他重重地降华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是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的话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照着你的话遵行，让我们能够成为蒙福的人。我们想要过美好的人生，但总是事与愿违。帮助我们查验是不是照着你的话而行，因为你定义要我们过的是美好丰盛的人生。为何我们还是苦哈哈？为何我们还是在艰难的当中？求你透过你的话向我们来显明，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透过今天的经文一起来思想，我们想要过美好的人生吗？想要的举手一下来。我们都想要，但是常常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办法达到所谓的神要给我们的这个丰盛的人生哦？我们要从听话开始，听神的话，听上帝的话。我们要透过这一些的话来帮助我们，即使你是在低潮当中，你可以去经历。我相信这些美好的见证，是因为他们走过这样的一个苦境，然后经历了神的同在。所以当他们诉说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见证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好。
最近在6月17号刚落幕的美国职篮这个 NBA 的总冠军赛，那我们这都认识科瑞吗？哦，至少你有听过吧？哈，那科瑞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但是在他过去的生涯当中，其实还是会碰到一些的低潮。那由科瑞领军的金州勇士队。他们最终以4-2来击败了塞尔提克队，那赢得了2022年的 NBA 职篮的总冠军。在过去8年他们得到了4次的冠军，非常的不容易。那科瑞他在受访的时候，他提到说，其实这一路走来并不是那么顺利。其实，在他个人还有他的团队，在过去3年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伤病，所以要走到这一站，然后得着冠军，在这个赛局当中，他们不被看好。但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心里坚信说，我们一定会回来。所以科瑞在赛后之后，他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在开季的时候，没有人看好他们，特别在他自己他的身材其实他的身材也不错，188高不高？84公斤，很标准的身材。但是我看到那个去查那个 NBA 的图片他站在其他人在这样的一个美国职篮好像那个丛林怪兽这样的旁边他身材显得比较娇小这样然后身体又没有像他们那么壮，所以一撞可能就是飞掉了这样。但是他一直坚信他透过上帝的话语，帮助他能够在整个低潮、没有信心的时候建立他的信心。他也时常用刺青也好，或是在身体上有一些字来提醒他特别有他前面有没有？他这个二头肌他有画一个符号，不知道有没有看到？这什么符号？大于它，小于它，这样这个数学的符号那其实这个在代表圣经在约翰福音的3章30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好像是谁说的？施洗约翰耶稣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虽然那时候他被大家看好，对不对？就是那一位，就是那一位。但是他说的时候，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然后另外在他的手腕他也是用希伯来文刺了一个字一句话，就是爱永不止息。其实透过在身体上这些的记号来提醒他，真理叫他可以从困境当中，从失败当中，从绝望当中走出来。所以他188公分、84公斤的身材没有被看好，但是因为他坚信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使他看见他自己在上帝眼中的价值。弟兄姐妹，你在上帝眼中，神的话语常常在提醒你，你是我眼中的同人，你是他所看重的宝贝。所以他透过上帝的话，听了上帝的话，所以坚信他有特别的价值。弟兄姐妹，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看见这个人他如何在这样的一个艰困的环境当中，带领了他的团队。他是一个后卫，带领了他的团队能够经历4次的总冠军，非常不容易。从听话开始，听神的话。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的经文看到，也是从一个听话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产生。我们来回顾一下，撒母耳原本是不存在，对不对？因为什么他存在？还记得吗？他的母亲怎样？没有办法生育，祷告了
又被祭司误解，你这个不大正经的女人，一早就喝酒，谁连嘛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误会误会这个人是不是特别上个礼拜我讲过，现在人对耳机戴起来，然后他讲电话就好像这样一样，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也被误会，这个是不是起笑啊？但是我们看到，他就把他的内在的苦情能够解释回应。所以以利记得吗？以利告诉他一句话，他用神的话来祝福他，还记得吗，弟兄姐妹？你可以怎样平平安安的回去？你知道，因为这一句话，从这一句透过他的仆人所说的话开始，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他有没有平安？有，本来吃不下，睡不着，但是因为这句话，他回去，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开始吃饭，他吃了。我相信他睡得着，因为上帝的话，他听入，他信入，所以后来才有撒母耳，后来才有圣经告诉我们说，有3个儿子，有2个女儿。有人问我说，牧师，到底他生了几个？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有众多的说法，有说3个儿子包括撒母耳，有的说没有包括，所以不管他是5个、6个、7个我们看见神在哈拿的生命当中，看见他因为上帝的话使无变有，所以撒母耳出来是因为神的话进入到他的心里面，进入他的耳朵，进入他的心里面，话语的权柄就彰显了上帝的能力，使无变有的能力。今天这样的一个能力也要充满在你的身上，阿们吗？同样是一个妇人，可能我是一个妇人，你也可以这样的经历。当你在困境当中，不要绝望。所以他除了回应以利他的疑惑之后，他苦情，他向神来祈求，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放弃。所以我们也看到撒母耳一个新生命的出生，翻转了从士师时代一直进入到君王时代，也预备了一条救恩的道路，一直到高抹大卫成为一个救恩的管道。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神也要透过你，上帝也要透过你成为一个施恩赐福的管道，是因为你有没有信入神的话？你听话从这边听，有没有从这边出去，或者从这边听信入在你的心里面？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底是谁在说话我们很多过去碰过很多的一些的 case， 就是说牧师有声音在告诉我，然后叫我怎样伤害自己，或是叫我不要活了，怎样你要分辨是从哪里来，神不会叫你这样做的上耶稣说什么？我来是要叫你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那盗贼来无非是要怎样？偷窃、杀害，然后呢，毁坏。但是耶稣来是要给我们这样丰盛的生命。所以你要查验谁在讲话。有人就信以为真了，真的就伤害自己了。真的有好多，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时代。那我们要分辨这样的一个话语的内容，所以要先从听谁的话，看谁的话，然后说对了什么话，这个很重要。所以等一下我们要看撒母耳，他听了，他有没有正确的按照上帝告诉他的话来传达？刚开始不敢因为人情世故。所以谁在叫我？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谁在叫我？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候可能他没有被教导，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所以当你没有认识耶和华的时候，你就听不见他的声音圣经一直开始告诉我们说，上主的声音稀少。为什么稀少？在前一章我们看到，在圣殿有一些道德败坏，特别是以利他的2个儿子所做的。看到人家来献祭肉的时候，他就吩咐他的仆人准备好叉子，你知道吗？
看到那个肉，等一下，不要煮，我就插下去，然后就要给他。还在这样的一个性的上面败坏跟一些服侍的妇女有一起睡觉这样。所以在前一章我们看到圣殿的道德败坏的情况。那在这一章第3章里面有提到说，上帝的话语稀少，就是提到说属灵生命的荒凉光景啊。本来可以听到上帝的话，但是我们看到在那士师的时代，我们回顾一下，没有王，或者是他们不承认耶和华是王，所以他们要自己去寻求啊。结果呢，任意怎样而行，还记得吗？任意而行。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照着自己的喜欢去做。哇，这个就跟罗马书的第1章18到32节里面看到了，当人3不荣耀、不感谢、故意不认识上帝，就有5种堕落，就是照着他自己喜欢去行。最后上帝说什么？出宰你去了，任凭。所以当上帝对我们说任凭，当你对你的儿子、女儿说任凭出宰你，他要面对了好多的困境，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回到说，为什么当时候这个上帝的言语稀少？这个在第3章的第1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同时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的时候，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为什么？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你一直在跟你的儿女说话，然后他们不听，那你会怎样？还要不要说？不说了啦，对不对？我有一个习惯，我告诉你，我慎重的告诉你，再一次告诉你完之后，如果你不听，我就不说了。上帝在那时候也是这样，你知道吗？我跟你讲，你不听。以利，特别是我们用以利的例子，上帝有没有跟他讲？有。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在前1章说，差神人告诉以利。结果呢，以利有没有听？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对以利说什么？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我跟你讲了，你的儿子这样的犯罪，其实以利本身没有犯大罪，是因为他的2个儿子犯罪，上帝告诉他了，他没有禁止，所以说了，借着神人告诉他，你尊重你的儿子。有时候我们尊重人比尊重上帝还过于。所以在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告诉他不听久了，上帝就不说了。所以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或者是说不常有异象。上帝会透过不一样的方法、图像、梦，或是等等这些话语来告诉他的子民。所以当上帝的启示停止的时候，你要知道灾难会来临哦。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上帝派遣神人责备他不听，上帝最后透过撒母耳这个童子撒母耳告诉他，然后撒母耳不敢说，他说你要说，不然愿上帝来罚你。结果他一说，上帝怎样？罚他，对不对？他因为人情世故，所以呢，后来他不敢不说。所以在这样的对以利家的预言，他的儿子2个会死掉，会战死沙场。然后呢，他这个家族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中年。哇，这个很大的咒诅了，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后面这一些的话都成就应验。所以以色列和非利士人作战，这些长老一图用约柜来改变战局，最后约柜被怎样抢走了。这句话在下面我们一起来念。来，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因为上帝的约柜被抢走了。你知道吗？这个以利的媳妇只对了一半，
其实最重要是上帝离开了，不是这个物件。我们常常会把物神圣化，而忽略了神同在的本身，上帝同在的本身。其实他讲的这句话对一半而已，它是象征上帝的同在，但真正的是因为上帝不在了，离开他们了，因为他们不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利的媳妇在难产要死之前，他讲了这一句话。所以当报噩耗回来给以利的时候，你的2个儿子战死了，他听了怎样？跌倒就死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菲尼哈的妻子难产，他讲了这句话，其实是因为神不在了，没有与我们同在，声音当然没有，启示当然没有。所以这个是在第1节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没有上帝的话语？稀少的缘故，是因为人不听上帝的话。我们很幸运，每一天都有迦南之声可以听呢，每一天我们都有上帝的话语可以看、可以听。但是我们有没有听，或者是像以利不听？这个关乎到我们可不可以过好人生，或是不好的人生哦。所以第二个我们要来看辨识上帝的声音。常常有很多这一些的 case 来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的声音，所以特别我们要透过真理的教导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所以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撒母耳还是停留在幼稚的阶段，他还不认识耶和华上帝。你知道犹太人他们的父母很重视儿童在家庭的宗教信仰，所以今天他们在世界上很成功他们常常用经文、用上帝的话来教导他的孩子。你知道吗？在申命记6章4到7节，摩西透过上帝的话语重申，我再告诉你，申命记是什么意思？再讲一遍，我再讲一遍，我重申上帝的话。你知道他们怎么样记吗？在他们的额头，在成人礼的时候，在平常的时候，他们会在他们的衣襟，在他们的额头上放了经文的盒子，提醒他们。我们去以色列住过犹太人开的饭店，进门口，我不知道诸位长老有去，门框那边有一个经文的盒子，大概他们去的时候就会摸一下那我们去哭墙的时候，也有刚好碰到他们在成人礼，所以我们有看到他们就念着摩西的5经，还有就是把这个经文盒子戴在他们的额头上。其实申命记6章4到7节在提醒说，你要全心的爱上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就是代表说我全人我要来敬畏这个上帝，然后听他的话。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话语一起来念来，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知道这个听训嘛，是嘛？是说你要听上帝的话。那这个在他们的祷告当中是非常的重要，无论是早祷、晚祷或是成年礼，他们都要谈论，他们都要看上帝的话语。特别在哭墙那边，他们就打开摩西5经然后在那边听。我们来听一段他们用唱的，他们怎样祷告，透过听上帝的话，把它听入在他们心里面。Shema Israel
听谁的话？我的主啊，我听你的话。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只是听得懂阿多奈。但是在我们的言语里面，上帝透过圣经，可能透过台语、透过华语，在告诉我们，透过一些的诗歌，你有没有听？他们说你要听上帝的话。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本来不认识，但是他听了以利不听上帝的话，但是他教导撒母耳听上帝的话，有没有讽刺？很讽刺。当你再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在呼唤你，在在叫你的时候，你就说什么？说什么？请说，仆人静听。他教导撒母耳，如果再听到这样的话，因为他不认识耶和华上帝哦，他教导他认识耶和华上帝的声音。但是刚才说很讽刺，他听了上帝的声音，但是不去行，不听。所以这个也要提醒我们，有没有信入上帝的话语？你听了有没有信入？11蒙福有没有听？你如果这样做，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有没有这样听？以利没有这样听，所以导致他要面对上帝，透过神人，最后透过撒母耳对他家的预言：我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听。如果他之前有听有禁止，不会落到这种田地。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当我们没有信入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很可惜，任意妄为，表现了当时候士师记那个士师时代的背景，大家都这样做。所以当他教导撒母耳，请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然后撒母耳就恭敬的听。我们来听看看他是怎么回应。所以上主站在那里，像先前一样呼唤撒母耳，撒母耳。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照着以利所教导的，然后他就说：“请说仆人静听。”他把他自己当作是上帝的仆人。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是他的宝贝儿女，你知道吗？我们不再只是仆人，我们是他的宝贝，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有天父上帝儿女的一个心态哦。就好像刚才讲的，你做父母的，一直告诉他你要来做礼拜，不听，我们会真的很担心了，对不对？我们只能够透过祷告，天父上帝，你来帮助他。我们讲的他们不听，看你讲的他们会不会听。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撒母耳他用恭敬敬畏的心，敬畏代表一种顺服。所以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线上的弟兄姐妹，你现在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做礼拜？这也是一样，提醒我们，不管是在灵修的时候，听迦南之声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听？如果你听了信入主的话语，今天你的经历不再是这样而已哦。我真的要相信神在他的应许当中，不是只有像你现在目前的光景而已，要像在撒母耳身上，让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所以属灵人的经历如果不按照上帝的话，他会骄傲起来，他只是听到自己想要的，然后自己不想听的他就不听，关起来。仆人静听就是什么从主人来说的，我什么都接受，什么都听。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虽然年幼，但是他从听话开始在他长大，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母耳长大了之后呢，所有的人都知道上帝膏立了他
设立的他成为先知，所以他所传达的每一句话大家都相信，然后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这个就是他从听开始哦。有时候我常常提醒这些年轻人哦，不要看不起这些年长者所对你说的话，所以常常因为自傲而看不起年长者的话，你知道吗？套一句俗语说：“我吃过的盐比你什么？吃过的饭还多吗？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吗？”有时候我很尊重这些年长者他们的经历意见哦，毕竟他们多过我们好多的经验。但是听完之后，你要去分辨，不是照单全收啦，但是是带着个尊重。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从神领受来的这些话语的时候，你要分辨从神来的，或者是不是从神来的。你在祷告当中，你所接收的，是不是从神来的哦？以利告诉撒母耳说：“你要顺服上帝告诉你的，你就勇敢说出来。”有时候我们会尊重人比尊重上帝还过于，对不对？这时候撒母耳尊重以利，因为他不大认识耶和华，所以慢慢他认识了，他就该说的他就说，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以利就对他说：“你不要隐瞒，上帝告诉你的，你就要告诉我。”以利帮助撒母耳如何静听上帝的话，以利也鼓励撒母耳要勇敢地说出上帝的话，说对的话。这就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好像不敢说，你要信靠耶稣，真的信靠耶稣是你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为什么不敢？我们怕他不接受吗？我们过于尊重人，过于尊重上帝嘛？如果今天你勇敢地说出，很可能圣灵的感动就在他的生命扎心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昨天哦，我觉得这些同工也很勇敢，你知道吗？我们在门口唱给谁听呢？有啊，有人来啊，真的啊。所以透过这样的诗歌讲话，我们的长老，我们同工很棒啊，就在那边唱，也有人来，然后拍照。弟兄姐妹，勇敢啊，尝试。神的话一说出，他自己负责，对不对？当你顺服传达他的话，神就让你所说的话越来越有权柄，越来越有力量了。你的祷告就会越来越有能力。你不要祷告不敢，这个也不敢，那个也不敢，你就宣告神要透过你的话语来讲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就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当你领受从上帝来的话，你就勇敢的对你的孩子说：“神真的是看重你，但你要回来，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你不要看重这些的工作事业比看重神还重要。”弟兄姐妹，勇敢的来帮助你的孩子、你的亲人。最后我们来看到领受上帝话语的权柄哦，这个一直是我要真的祝福我们弟兄姐妹。领受话语的权柄，是因为你有听，你有信入，你才能够活出来。如果你没有听，你不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你总是用你自己的想法。当时候那些的人就是任意而行，照着自己的想法来做啊，不是吗？但是当撒母耳他照着上帝的话来传达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落空了。这是今天的金句哦，也是再次提醒我们，你的话语应该是有权柄的，但为什么常常每一句都落空？是因为我们没有听吗？或者是我们听了没有信入吗？神，你的话是这样，但是那是他啦，我可能不可以，我可能不行啦。科瑞他就是因为神的话提醒他，别人眼中你可能不行，但是在我眼中你有价值啊，所以他才能够带领他的球队哦，能够获得4次的
再次经历到总冠军哦。撒母耳长大了，是因为他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是因为他信入了上帝的话，所以他不断的跟这位上帝有这样的一个联系，有这样的交往。所以每一天迦南之声就是我们可能透过这些的经文，可能再一次的反复速读完之后，再次来精读。有时候孩子会来跟我讲说：“爸，怎么会安排这样？”然后一段，然后读了好几章，然后又回来。我说：“你就照着做吧。”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其实在提醒我们，我们读完之后，可能就这边进，然后这边出啊，有没有读进来？这个是最重要的。撒母耳因为不认识，但是他听，然后他相信，然后他说：“请说，仆人静听。”然后他每一句话，好，我就照着你的话，勇敢的说出来。虽然对他的老师不好意思，但是呢，这是神要的，不要对神不好意思就好。所以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尊重人比尊重上帝还过瘾。这就是在提醒我，勇敢的说出来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常常在每一次这一个面谈要受洗的，我最后会有一段的圣经要祝福他们。我也在讲过，但是你有没有记下来？这是我以前会有在美国经商他的经验啊。他怎么样被助？从没有信主，信完主之后，他热心在那边来跟随主，然后传福音哦。他的父母在80几岁，在台湾受洗，我帮他受洗哦。他在分享说他如何去经历他卖鞋，然后如何去经历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扩展他的事业，他的产品销售到30-40个国家，是因为他信入主的话。一位牧师在告诉他说这段经文，然后你若留意听从，我们来念一下啊。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这只是前面而已哦，后面就带着什么？你出也猛虎，入也猛虎。你在你的团面盆，就是生财工具，你不用你有借贷人的能力。等等这些，别人来抢你的生意，要攻击你，从一条路来，从7条路跑走。回去读，第一次宣告过去，第二次把你改成什么？我。来，我们念前面一句就好。来，我若留意听从耶和华我上帝的话，好，后面回去。第3次，他就听了这一幕说，第3次。把那个我改成什么？你的名字。你把你的名字套上去，某某某若留意听从耶和华某某某上帝的话。他自己见证哦，他说牧师有空来美国玩，招待你哦。他住了很好的一个房子哦，在公司每一天晨更的时候，他就带领他的员工听上帝的话。弟兄姐妹，我常常在洗礼面谈的时候，最后我一定送他这一段的经文。我自己也常常这样的宣告，真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所要给我们的应许，真的，当你话语宣告的时候，没有落空哦。你有没有听？有没有信入？有没有活出来？一起来经历好吗？一起来经历好吗？不要只是少数人在经历。所以当我在西门町，他买了一间办公室，在为他做感恩礼拜的时候，我用这一段的经文在分享，他就起来做见证，就讲这个见证的故事。他怎么样去经历？他信入主的话，他活出主的话，他怎样活在
丰盛的当中。我常常在看到他的脸书，他怎么样去分享他如何过着丰盛，是因为他愿意抓住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活出神的应许。他也在他的公司就这样做，带领这些未信的这些的员工听上帝的话。所以好人生是从什么？听上帝的话开始，但是不要只停留在这边，要信入上帝的话，要活出上帝的话。弟兄姐妹，11是一个让你经历很重要的一个管道，蒙福的管道。你可以开始去经历啊，你可以开始啊，从一件事情开始去经历，你就可以看到神的话语说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什么？他的美善。我们要相信对我说的话，这位主他是有权柄、有能力的，他的话必应验在这边常常在宣告他的话要成就。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马太福音那，因为要成就应验先知所讲的话，有没有成就了？耶稣基督来了。上帝的话不是说假的，所以当你看上帝的话的时候，有没有信入很重要啊？还是读完之后忘了？牧师在问，忘了，再一次提醒。摩西就这样提醒我，再一次提醒你，生命记，生命再一次重生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如果你看重神比对人的看重，那你就对了，你的人生就对了活出上帝要对我说的话。当你领受了，你分享，做见证，告诉你的亲朋好友说，我信的这位耶稣真的美好，真的很棒，是能够垂听我们祷告的神，是能够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给我的那位神。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要好好的听主啊，我要好好的听你的话语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心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顺为顺服。我不满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心高。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弟兄姐妹，你相信上帝的话语吗？
你看到圣经的时候，你相信吗？从听开始，你听了，你有没有信入或是相信主的话语？如果你相信主的话语，你要活出来，不要只是停留在相信。神要透过这些话语使你蒙福，不要只停留在相信，要停留，要进入到活出来。我们一起来经历好吗？我们一起来经历神。你要过得好的人生，就是从听、从信入到活出上帝的话语来。谢谢主，你的话语多么美好，多么宝贵。以前的人没有圣经可以看，他们只要借着一些的管道媒介。今天我们太丰富了，反而有时候我们没有看重，没有相信，没有信入。帮助我们重新回到你的话语，听、信、活出来。撒母耳他活出神你的话语，说出你的话语，以至于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都带有能力。谢谢主将这样的恩典、恩赐就赐给我们，让我们从听开始。谢谢主，让我们从听从，就好像你的话语宣告说：以下的福就必追随我们。谢谢主，你是多么好的天父！以下的福那么多的丰富，全方位的就要赏赐给你的儿女，但是有时候我们却不相信。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好像以利不信、不听这样的一个罪。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开始，每一天从你的话语开始。谢谢主，愿主耶稣基督胜过死亡权势的能力充满你们，愿天父上帝慈爱保护你们，愿主圣灵感动你们心，随时听上帝的话，信入上帝的话，活出上帝的话，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高过我的一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许可，你的恩典，我甘愿谦卑顺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的聚会就到这边啊！愿上帝的恩典与大家同在。